高雄市天狗日疫情咧拖，顶礼拜是搁加3例，卫生局嘛搁再呼吁民众会积水的物件，拢爱赶紧清掉。若查到水池仔咧洗，上当会罚甲15000。防疫人员为民众处理积水桶内底抽水，确认是毋是有摊白网。气候变迁，互高雄的寒天变搁较温暖，加上最近搁有落雨，顶礼拜搁再增加3例天狗日案例，分别伫咧凤山、林武、甲新兴区。今年已经有121例，目前也搁有6区22个例列作警示。请配合我们的扩大疫调裁剪、滋生源清除、喷药灭蚊3合1的紧急防治工作。如果我们经查获有滋生病媒蚊的幼虫，我们最高会处新台币15000元罚款。防疫人员伫较真正附近的路段除药啊，卫生局提醒，离离扣扣的物件若是占用着路，拢会影响到除药的效果。为着防疫，市府嘛要求住伫较真正附近的里民爱抽血检验。案例的周边这个200公尺整个范围，他都会到家户里面去宣导，家户里面去做那个水淹式的喷灌。虽然即摆毋是天狗日的高峰期，不过南部的天气较温暖，也是爱注意。医师提醒，若是有发烧或者是酸痛等症头，就要赶紧去病院，互医生诊断快筛。他只有纯粹发高烧，然后他并没有一些上呼吸道症状，然后他说他可能全身酸痛，尤其是眼窝特别痛，然后他可能身上还有一些典型的一个疹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高度怀疑。医师表示，天狗日依照病毒的抗原性，佫会当分作4型，感染过了后，若是佫畏着无共型的病毒，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出血天狗日。卫生局也提醒民众，就要做好环境的清洁，做伙来防治天狗日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